存在是什么意涵？来自新竹北埔24岁的女孩曾雅君，用母语唱出自我的特色。第一张同名创作专辑就获得2010年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的肯定。客家话对我来说算是最熟悉，然后唱起来、讲起来也是最自在的语言。12岁就展现了创作力，看到受困冰箱的蟑螂，想到升学压力，写出这首《拼命的甘苦》。我其实不大喜欢去为了迎合市场或者是什么，然后去改变自己。就人家讲音乐无国界啊，所以我觉得语言其实真的不是最重要的，而是那个音乐带给你什么样的感觉。一手包办整张专辑的创作，全程参与，择善固执是为了不让自己消失。疗愈系的小品旋律不仅温暖心情，还多了意外收获。客家人最近跟我买了唱片之后，他回去听，然后跟我讲说，他现在听这张专辑就会跟他女儿一起听，然后一边学客家话。最初没有实体通路，曾雅君选择用辛苦的方式进入市场，而支撑她的是一份最深厚的情感。好，10几岁开始创作，我其实非常好奇，你嘅创作灵感喺啲哪嚟嘅？创作灵感来自哪里？你说你个手很应该给家乡。那个家乡就是海陆讲我的家乡，四千人讲哪个家乡，对不对？就是北埔。对，因为就是客家，就是客家话，没有理由放掉，就是客家话。获得金曲奖肯定，曾雅君说：“我不是为了想红，不是为了想赚钱，只是单纯的喜欢音乐，用母语创作。也许别人觉得是小众，但是一以贯之的坚持，或许也是接下来他可以可长可久的最大动力。”你的创作灵感係對內來嘅我嘅家鄉，你的創作靈感係對內來嘅我嘅家鄉。